徐文斌的让小小道理了，想你想要对一个狐狸，自家对自家两个是一口美女走火干。哎，我们男人们男人，小女人的事啦，晓得到小小的差不多。所以一个房音也是在一路嘛，这里下各位上面哇，小小一口有像我一样自称自在，哪大也过来看看，在这面真的还有点，所以白带里始祖跟随文忙，随文兵为要靠起为毛鬼子，哎，我们两个是乃至先进之魔们一群。小小现在关这里水挪开，那么随文兵拿米老一道水先挪脱，哎。是，哎呀，口气里味道水瞬间开开了啦。不过让这里个嗡嗡一下，这下口气凉了是。热抽，就是天上的两个热，抽过来抽过去的抽。哎呀，这像我这个样子不同了哇。天上的两哪还抽来抽去呢？这一大笔一点都还抽来抽去啊！手机里给他写下脑袋的，脑袋不停是脑袋心里想，在兄弟之里一口呢。哦，是我不害，我把个不知在，你上头下个清清爽爽，见月抽阳泪，山我天爱落雨囊。哎呦，对子害，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阳光通过阳绿是最上。上龙就是代表女人，天爱就是呼吸，落雨囊就是男人。这个老师，就是一个女人口中一个男人，在这还觉得，我是说一个男人口中的女人，你是说一个女人口中的男人，我是说红粉女，你是说落雨囊，真是红绿相对，样样相对。这个是汉觉的，这里恭喜龙婆天下太厉害吃。你想要这些叫毛毛些叫说你还要面噶，这是面离着适当呗。去了，都有变成鸡离着下回。
外地海也别说等到我里向了明年18岁我们到乡里也种地子呀我也做家务我努力出得来子我就想着不来我就看谁也辛苦根本我这些散落的人就把他离开了我这个没海根本做个坏事情老不人家听出来我们让他做坏事情说从天里来带带我们天天家用不拉里这样样子一来了哥啊做每次的就让不得点吧噻这就是现实啊我现在没点吧你自家也点吧抽的呀是哪些这个小娘娘看看的越看越欢喜这样的电视买的你弄要搞的那个先生路上那个种谁人嘛叫你把女子看上呀叫谁女子看上呢混中上有关这去乡我娘娘要打你个姐姐妹被锁的哎呀阿爹啊没事啊这个一看呐神不可买相是我还是不可对量可他不良呀我这个天天里谢教一个乡我娘娘个姐姐妹天天里可不在你这样说嘛各位谢教他有自身哦来不要打你个姐姐妹那这些人搞的不打你干你谢教像个地方为啥那我这就是当到兵部天津李总就是乡我娘娘如果是我们能够打你个姐姐妹了那么尊重乡我娘娘还是各配老有不允之力因此那个姐姐妹要说的日语被人说的呀听清理我们得说这个危险教好的出现个肌肉也打理个些姐妹们希望你讲夫人这样啊牛做的白也做天天人讲我心里现在说的这说的们能有几个道理两样个电销大理那个说的这种比人高的肥菜高的真也懂了各种那个电销跑的角度实在的电销介绍听看了哎呀看神光去为啥要听得清楚的呀这叫乡我娘娘乡我的精神来口灯那么不问口子那么乡我的其实在摇摆了出来可其在摇摆啥人光嘛在现在搞起来嘛做5、6点钟给人光啥人光给人光就是点钟来叫人光呢白牛做的呢白个人啦白得来辛苦啊吃个人大不认为说的嘛吃得很吃我的期望的在反过来大夫妻跟谁哎呀河里用不着夫妻来沟浪下有根灯浪下接一处响铃铃只要灯球球一浪响铃铃铃声一响我的亲戚是为了这样叫东东铃西东铃灯上挂东铃风吹灯铃下灯铃铃咚铃这日望的我的亲戚为了拉家做啥归这样这个乡我娘娘个姐姐妹归家我的说的是呀哎
里什么在？还是这样，我让你等啊，现在在。在日望里向屋里去忙里在坐地自语，大人讲样样的准备好，拿出来就是五斗片刻，坐地自备。日望里向屋里拿在路上，吹出屋里得来走一走。再叫他向我娘娘讲这个一个叫熬房，现在吃点心，门里一下打进来，这个一个叫中房。坐地马正中房把领带上一样样包一包好，铺得来边上盖盖，穿好两双象牙盔，头上包围的金子，通好两只靠背，我就围出来听一听。姐姐，里向坐地背后的，听姐姐的小姑娘娘过去拥抱。哎哦，啊，大娘是。若是有为啥的，请大娘过去用吧。手没在家里吃来，直接到睡，毛正大娘的睡廊下，这一步抓来，大娘，哎，是，哎呦，现在叫到我睡3岁了咯。刚才姐妹们不分彼此，两个的渭水同饮，实在中王起身一番数定。追问兵一旦先叫个中王，你想要这推击实上至8路手，为啥么容得一个人睡觉没法事？这上水不空，以为拿起筷来，接地上个点心吃吃。这张纸也不空，爷爷到学校排队讲章，爷爷吃茶地，两张眼睛更高不空。也在学校房间里个布置报纸看看，学校房间一在里下一进去，一在里下一吸气。跟你想要为啥再一个也看一个？有的你讲，我今朝看书下来，门家回到屋里去啊，我闭闭眼睛，一张一张也画出来。画出来是哪么？我最不得来才叫与希望成功夫妻，哎，这个一张一张过了心窝里，依作纪念，但还没好。是故是我不得来才叫不夫妻，不机会成功夫妻。那么还在那我也想到那些叫千金那些叫嘛，我们一张一张画拿出来看。看到一张鳌房，眼睛闭闭，哦，还呀，但是写叫鳌房在，鳌房没得写叫光地上、做地上，看到一张中房，哦，但是中房在，我们得写叫光地上，自个安慰安慰自个，还叫自我在在。现在在写叫中房一个布置宝石，更是妙哇！12动追问兵笔啊！我不晓得，去牛来12动我
分金对，不吃我刚才代代数量，我们们带来写叫第一次旁头，我选我追问兵的事，写叫一件科技过工作，林不林当老师你来看，个负担人我叫神灵动，称得神灵动神意噻。哎呀，本边上离开一个很多年多啊，神意噻个负担我按小分小嘛，自个的模了，记不出的。实在追问兵啊，你12岁遇到我们总小岁的，那一种岁的岁，你到2年搞到110岁，听个别老朋友来请我7岁。当时就先叫个2年搞，并不多人还带上，老多人吃的最先用再看不热。啊，你兄领功劳不得了，12岁依照我们将来不管国家栋梁，一边客气，先去荒唐，中央你兄多几吧不，我们结果互信多领功劳，啊，可以见多领功劳出来，小一副对，还有一个蓝色把鱼啊送分我，先去什么来看得起，先去理当荣民，那么谁会在水文被摆出来，这是讲分别神意噻，也虽然。今年是可能为人哦，当时个被打了个命，小孩也负担，来多人视为自办，倒在府里讲。但是对自个私有里一看呢，自个私有一下自我对连过着功夫了，那么这样吧，过了儿子书房里，这些句本不来福不进，这还有个往来好把从前又不灵的，还不么子不知你摘他的，那么哪呢？哎。农先教，当时先教还是神意噻。他水文并同意，嘿，来多人想对，那么模糊的，往在农先教流浪一股，让那农先教我就看实实的喏。哦，别人讲还是神意噻，你还是神意噻，你不觉得呀？还是点理。当中农先教，我们上定心，来多人是这样的意思，一片黑意。这个来多人啊，那么一批很，你还晓得那个负担功夫得没有？是吧？先教人我3步神意噻了，但还已经懂爱情噻。你说这太嗨个嘞！神意噻么？然还懂爱情？那不是不一样的爱情哦。先教爱专门别个凡人讲，此人不必恼人，因此那个为先教，在专门比人家从小就好。那么个负担啥个句子呢？哦哟，神意噻，教出来个句子不和面，和面嘛不和面，意思极好。啥一位春飞，为来但是春飞脚，下里日。公风是金山虽是最大有谁但是公家办下虽是春山一个黑松泪，再见了，兄弟，一我成一归，呀，啥么子的奇怪，去年来。3面玻璃一个相逢，谁3面玻璃一个佛堂，因为明人人光了，玻璃结山，也熬不进攻的来的。先叫一个佛堂，你的3面玻璃的是看上去，蛮奇怪。那么玻璃是看得出的咯，你像宫殿啥人呢？的人杨枝本有一阵孤影响，天
白这叫那个来不同志们，首先叫告诉他讲白玉姑爷了，是呢，白玉姑爷们呐，也人家鼓上刀，四鼓上里根本供白玉姑爷，先叫供白玉姑爷。在姑爷娘娘手里一口，手里向鱼呀没事了还。再见他黑中面送子，那是高人一混在，大仙叫告诉过送子姑爷，上来帮忙养死了啊，绝无此理的喽。在后边一口，那么对在下边人挖这个大鱼也啊俺与姑爷就是俺三姑爷，在姑爷娘娘两旁边口，两个活嗓子。手在他家东边来，龙女方面谁下水，并当中一些些个能力，手在龙女，追问兵吃么不吃，还看日看看得了眼特。咦，也见了老头呀。那个小娘娘哪不吃个家？哦，这也是懂规矩的。这个时间吃不动，他不喊。假使我不吃，你平常快了打。这个就是不懂规矩。怎么来这样样子呢？我稍微进步点吧。这里写下从根部的想，沙地、再吃，沙地上身手，再沙地归有，再沙地西瓜子。望进一个不想一把，这是这个四衙门啊，成功一举可以开。啊，大娘是的大娘，再生贵子，我妈呢在听养女子啊。哎呦，那么还在？你想要像我喂养女子个，少年摊上我东办好三包这些子孙。哎呦，那个姐姐。这是上身府，再次上身个归有西瓜子，这个四样不是包了一袋了，但是一直一人口菜，像我娘娘再生贵子，再的养女子，别叫买单的也不错。那么追问兵啊，先叫么不错，那流行的娘。这还真正的女婿要好为的少然婚个少，啊这个去我先教要到底再次上身个归有西瓜子，在这个先叫。呀，西门谢喜，爷爷再生贵子。哎呀，头面下午娘娘你听你光，现在董先生哪养女子？这个也是一块董先生养女子比养死奴肉啊！这个一块五点不能好五个，做人做得成我落水。那么这天阿东去呢？哪个东西？现在的小娘娘的配头，那么没啥子，这不是吃。如果是吃，在这样的一个上日子，啊，大娘是有些句中山里，请大娘对人下礼。没好玩，谁这个门墙不米那个，切坐地对，但谁让政府避为不可。听见是私下让礼，妻子妹子两挂总出事。哎，用先啊！哎呦，各位先叫聪明，吃了少，水路少当上来。西施男子两瓜总出西男子，所以说西瓜里向出西瓜子，南瓜里向出南瓜子，两个瓜里向出西南儿子啊，两样吃肉。这个西施男子当初偶上两个美女。西子大家来晓得有西施，男子当初立国里向为灵官高显，当代家人家男子是两样吃脚了，偶上两个美女。
现要想我在烧屋里本并吃了块点心，眼看了一个妹里下用毛做的，我是用毛带你屋里下妓女对谁听见楼的下里大街小姐一门僧人大小姐说面嘿，大街小姐一门僧人大小姐有一种毛叫卷毛，比如我卷毛有分当，一种叫大姐，一种叫小姐。大姐小姐是一只毛里向吃大小而卷是两样吃用，当中也是按上两个美女，三国志里向卷过来的弄大姐小姐，大姐搞不了生吃，小姐搞不了周瑜，这样单位的两样吃脚，这样两个美女。爹爹一听了有的这个，那我里向个好问啥子喊？他说这样的，我跟着上去了，你家来的地方，所以你一袋都带出来，然后再来吃的上去，每一个口里还带着吃。啊，大娘，是岳飞唯一一个上里，请大娘多为笑。多定啊，便是放马过来的妻女过来没关系，亲姐姐私下眼里泄露作知，知配不与听力。哎，用先啊，不用该个上里吃功夫的，叫泄露作知，谁是泄露那个做对了，叫泄露作知，知做有里向每一只做对叫知，太白李清理，后为叫太白李清理，泄落那个做对了，门家把那个太阳一说啊，谁养出来？谁养他们还是八个太太的了？八个太太露出里向作对本身清丽的颜色，因此呢叫太白李清理。因同时以安上的姑娘大诗人李太白李清理。你现在要想我在上午里本并唯独一口金在要里真的不俺两个钥匙和这是为俺两光老了明我厂的厂家里向说进来说的铝厂跟水商量，哎，我是弄给个金量配我里下妓女对谁啊，我的下里叫岳家唱个孔明之个了，你要不退位，岳家唱歌，我两光在在明我上唱歌，叫岳家唱歌，各明我唱，啊，一个个啦，各孔明空一下人民之个了，每一个里下在了，因动事宜。孔明诸葛亮三国志里向诸葛亮，再见叫妈妈再叫，南京在李太白，你哎呀是打上哎这里诸葛亮，爹爹不听，是对的里的，这个爹姊妹这种搞到吧，怎么知道要到你搞爹姊妹的哩？你如果你想的自己的也能听上去，我你想的是了啥呢？我刚们做啥事？生意姓啥先生？啊，大娘是就是那里奉家真心大名。这些叫妈妈也是呀，这叫我为难过了。哎，少年看到我们在网的些子人，让我们办好把你们随便的，就一个人也少年你到蓝熊王蓝红月的，这个到蓝红到我班里啊。那么今朝自告告不自告，不人家给，到咱们说的应对不来听听。姐姐啊，谢谢你封家们，姐姐啊，妈妈没好好吃的，
这哪个男人心追的？侬们喏，一定要先发个心追的，搞来搞去搞的，你哪一个就搞了这个？哎，这个你们吃不高了，高高吃不好，谢谢啊，那。扫出来，哎呀，姐姐，小五娘娘屋里向4个人，后面3人的，是不是了神啊？门口的没有一点汽油，胃口养绿子。哎呀，姐姐，我这个这里不本事，在小五娘娘屋里不香啊。虽然比较不香，我也再不上去来哦，我不是那么敷衍呀，你们来呀。今年知会那。18岁，我本来因为离嘛，因为规矩不懂，我就在也扫出来。喂，小姨娘，今年才18岁，是，哎呀呀，确的，你还姐姐也是18岁，姐姐同意，我晓得的。啊，哎呀呀，侬也是18岁，对面我的那18岁的怪我不是我。啊，哎呀呀，小五娘娘，你春经和肉肚班才是18岁，哎呀呀，你给他一高屋里才是18岁，这屋里也就是，你心里想也想是啥呢？你给他一只房间里个今年了，但才是18岁，别的眼睛什么排位出动的，你给他一高屋里才是18岁，分别像那个屋里进去，还进10里等等里。啊，姐姐，说家。乃然是你家太夫人，一日一日8岁。哎呀，也奇怪，来到今年50岁，头皮像我娘娘不得真这话。你自他太上去过，这屋里内务都得啥呢？啊，大娘，今日我得大娘啊。找出来，哎呀，姐姐，小五娘娘才搞聪明，2个人就还不够，千里养个来聪明点的嘞。你弄出来笨呀，弄是不接，动要2个药。哦，我不知道笨的了不走歪的是吧？没说门开关。哔哔噗，哔哔噗，哔噗哩哔噗，哔噗哩噗，叭叭。
刚不当有功。我上次在这个道理真正一些小，你真光过成一干，也要听门讲。过成一干为多多三干，然后三干里向，我们当为写叫真然来我终身大事一举分的神光七成一干。嘿，干夫啊干夫，大家商量。还有说今朝要你呢，天开没开，五干没开，说五干不开可以不体谅，不是那不里想出来的呀。所以他能干不开呀退退。开去，不要在屋里弄错在。哎呀，姐姐，辰光不在家里上开着米干，下午娘娘到了下午地方困归站的，一个娘今朝困得爱在，走了到金蛋白，那大火些的天气。哎呀，姐姐，辰光不在，你阿爷在南方，试试伪装了安去吧。哎哦，对的，今朝辰光爱在。平常我讲来在的困子呀，姐姐在平常我讲你这样，你起身那个毛针一下，哎呀，可姐姐，可仔细呀，对，专门比谁听好了嘿呀，听屋里的老师，大概辰光不在对，下午娘娘到了下午地方空个再给，今朝困在爱什么的看见，什么金蛋不大欢喜的推起的，哎呦，我一份大欢喜。我为啥要推起么闹？我现在今朝个辰光过得能够花，干部不帮忙，还有说呢五干也看，所以呢，那才可去。屋里弄错在当我也困在，吃上个睡觉还是八百。听说我这个我想不想？你起醒来马上你想，一追驴呀！喂，睡觉，你要当我讲写起来了呀？讲写起来嘛，30起来来睡觉，你想有点事情。那么你还应该安慰我呀，支持我呀，这些小我娘娘，我们在里向去啊，有点啥个事体啊，来嘛，别一起啊，我的亲人哦，该有啥么子啊，都没都，想不想？他走上来一嘴里，我怪了该打，看我不去吓唬人，挖空才女应该立马应该归家发动，这还有最后比他发来30年，我弄3杯香雨呀，在这个街角，哎。那，哎呀，别家在说他奇怪，说你家，咱老动开去，咱去的一口呢，哎呀，是个小五娘娘哇，小五娘娘说起要动开去家，就在这里。
想一句里呢，把人家自己不对的。怎么其实我这里他变成来了呢？笑死还一来兵器呢？小姐，我记得，现在来得东我跟得东，来得西我跟得西。你想要往门里些，大金姐叫内闺房，这天上神仙府，神间十有郎，那还觉得来先叫个内闺房。这叫一旦内房做的啥个事情呢？临困之时啦，也是一个伪装。哎呦，一这个写条。一日带要叫服饰帽，与山装，三人的起来叫梳妆，吃过饭用妆，腰里领困叫伪装，再让起来梳妆，水色擦到头芝麻粉，身上大大白行头，梳妆一番，吃过饭呢了为真用叫用妆，现在腰里领困叫伪装。实际上是小装，所以是他到还自己想规划，一只火风烤菜，大大白行头的来小菜。所谓先叫临困之人呢，也是一个伪装。那么这种事情呢，你这也白了，
这叫用不到开口，心腹下头一样一样斗争，一样一样死于大山水石，所有问题全部在综合，神光不散，这叫也困在。网上你叫这叫也困，这是一句话，而是叫下头啊，我要困在，你不去吧？今朝不，今朝有个香花娘娘。那么现在讲你啊，故事是个，那这个规则，当我们在边申报边落那个乌车的改也要不来个，我要到你讲写词没的要，然后到乌的改要，但是口里不起，对不对个？既然搞到写词没嘛，先交代自家长上一口，哎呦，我长上是先是困一个香花娘娘。那包困2个，困3个吧，还嘎嘎，那么这个今天要的香花娘娘，谁当我一代捆绑，还用不着。先叫上个3个，另外一张水娘上，都是先叫一股子困在俺这个房间啊，对些。那么一个水娘陪伴的，水娘嘛现在发那里，因为真的里了，在香花去偷听着。还没出来，这张上年上张皮铺呀呀3岁，再加规则一上是大娘，今朝要你来快让我上3个水娘上了，虽然跟独立州你的先叫先是水娘上，哪怕今朝要你不上，太到地铺了，我还答应该相信于寿命，我的一口嘛，03日期还在做出来，不少在，各位姐姐。门这位啊，您是位？姐姐，门这位，这个屋里打过来，喂，香花娘娘，那个都是屋里再去，香花娘娘上，香花娘娘走，为什么呀？哎，你们老婆的这家带动，这上水娘了。哦，主要是困在给他这个，哎，别困在主要的这个。刚好是3分钟黑距离，这个样子我是讲啊！我们有种保险的，哈哈，是碰我了，干我了，黑居民了，都明我的，哎是。怎么这个门这位啊？小姑娘，门这位，这4个屋里在外头，那么还是马上去困个，可是为公事了。人家中房台上吃个茶点没有，虽然。大山规定民国等来的后面3人后做先生，公事一笔，那么会在房间里困觉。先叫你规则一上大娘来到这个水娘上去，分别答应什么的水娘上衣上手顶看先叫，那哈，先叫你因为放在身上像大张背上头已经给他笑出来，现在身上这个多啊，上衣上下手顶嘛先叫。先叫儿子出来，儿子再儿子，还有马上上家个水具去体里放，关一关上，追问比一口嘛，这出现，哎呦，跑的现在一点点，你看呀，林坤一双儿子不舍得，哎呦，抱孩子我要放到抽屉里啊，咱不吃骨头来吃腿来上儿子啊，那么20腿，那就是吃骨头嘛不。真正吃骨头啊，不为了推来上儿子，过冬我去结结棍棍。嘿，推们不吃骨头来推啊，不记得已经不记得。说让我去个呢，穷夫人搞才有个压力大人，说来容，给两个来容压力也出来对球子了，先叫儿子3寸精力，不问两个来容儿子。孩子们吃，会在那种口里，还有用上，都用上。真在我这读来这个样子写那种困了，还当眼泪是吃中狠。那么就是还在那种口里了，大是写是，那种也出来了。你非也还在花梁白的的，在外面高廊上，你把那害人写到死。有毛无会来把那种肥头狼子写到死，哪能不得了啊？高于天降，你外头要去扑我了呀！说起来，来兄，昨天
所以要你王玉先先叫这个四定终身，本不一样的。先叫嘛，哪来四定终身？来佛像现在看到先叫神不我只好知道神不我娘东西还神不里个呀。这人们老容差个来，所谓的先教是一定要规划门山再造。所以先教呢，来让上教手机学习里拿出来一双个人的先教子，叫让想抓一抓。好子做好，那么先叫困觉，什么的？先叫临时困觉做好子的，又不是北门浪个朋友来做好子困觉。哎呀，先叫昨日三层经历时时刻刻这个宗旨这样过来，来叫你讲一要天不做好子困，松一松了，先叫也做不出来。所以那个上好子，早知这困不坠落的水儿。先叫水印这里找一找哈，那么呢，两只叫苏丹上浪向，张子踏浪我有没？我身的裤子掉下来，里下的裤子当老的裤子一样大些，所以说来掉下来的裤子也上来过浪乖乖，我身浪向。耳朵掉下来，鼻头面子上子来抬一抬，那么先叫避风洞慌。带一来抽，身体慢慢间望着鼻头当中，身体困病，鼻头干旱的先叫外头一声，大娘睡吧。水文斌一口，哎呦，先叫张子啊，何在？现在那外头我困吧，那么我还要安慰你啊，姐姐，时光不在，听姐姐一人呀。社会，姐姐啊，民社会啊，姐姐很无耻，一些辰光来宾激动了，介绍不进。姐姐，姐姐，姐姐啥个人？姐姐要困到在啥辰光？要困到在门家给辰光的来，那么呢，何为其若？